阿 Shiba， 唔好瞓喺度啦，我哋一齊去跑步啊！Hello， 歡迎收睇阿 Shiba TV。上一集我哋比拼咗札幌酒店附近嘅湯咖喱店，想知道 Stream Hotel 好唔好住，同附近有咩好食嘅湯咖喱？快啲睇翻我哋呢兩條片啦！而今集我哋會開箱札幌酒店附近嘅跑步路線，中意跑步嘅一定要睇呢條片啊！影片開始之前，記得俾個 like 呢條片 ，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 follow 埋我哋個 IG 啊！出發去跑步之前，首先買個麵包嚟食先。呢間企鵝麵包店於2016年創業，總店位於北海道惠庭市，而家響日本各地都有分店。我哋今次嚟到札幌地下街嘅分店，要留意呢間鋪頭係冇堂食位㗎。麵包店主打使用北海道食材嚟製作麵包，最受歡迎嘅麵包有呢3款，除咗啱啱講嗰3款，仲有呢啲熱門商品。呢款就係最受歡迎嘅白麵包，佢係用100% 北海道產嘅小麥嚟整。官網話呢款白麵包不含雞蛋、牛奶同埋牛油，當日都幾多人買佢嘅牛角包。除咗原味牛角包之外，仲有朱古力味同埋綠茶味。佢嘅麵包選擇都幾多。旁邊嘅麵包櫃仲有三文治等等。我哋買咗蜜瓜麵包返酒店食，再出發去跑步。蜜瓜麵包外皮酥脆，入邊鬆軟，係幾好食㗎。另外亦都買咗呢個麵包，不過呢款就比較乾身，我哋食落覺得普通。我哋今次由酒店出發去跑步，我哋住嘅酒店位於博野站，詳情可以睇返呢條片。今次嘅起點係中島公園站嘅1號出口，由博野站步行至起點大概需要12分鐘，行一條大直路就到，亦都可以選擇搭地下鐵。而我哋今次選擇步行至起點，我哋會由起點經中島公園，首先跑去仿平橋站嘅1號出口，即係地圖上面嘅左邊跑去右邊。好啦 ，Let's go！ 近入口位置有賣飯團嘅餐車。再前少少就係中島公園嘅3號出口，如果選擇搭地下鐵，亦都可以由3號出口出發。去程嘅話，向中島公園 keep 住左轉就得。之後會見到呢個川浦池，希望冇讀錯啦，係個幾靚嘅打卡位。打完卡之後，我哋繼續跑，之後會見到賣咖啡嘅餐車。去程嘅話，響中島公園入邊都係 keep 住左轉，沿途會經過公共洗手間。之後去程繼續 keep 住左轉，前面就係仿平橋站嘅1號出口。由中島公園1號出口跑到嚟呢度，大概係1.1公里。呢段距離可以當做熱身，之後我哋會過馬路繼續跑，過完馬路之後繼續向前跑，再向前過多一條馬路之後，就會見到仿平橋。之後要過橋繼續跑，嚟到呢個路口之後要轉左。行前少少，左手邊會有樓梯行落去，呢度就係豐平村嘅跑步徑。行落樓梯之後轉左繼續跑，一路沿住河川跑就可以跑去真區內公園。由呢個位跑去真區內公園大概係4.5公里，來回呢段路嘅話就有大概9公里。如果想再跑長啲，可以響真區內公園加速再跑返嚟。由真區內公園跑返嚟豐平村之後，我哋會沿途跑返起點，經過橋底之後轉右上樓梯。會嚟到仿平橋，跑過仿平橋之後會見到馬路，過馬路之後繼續向前行，之後要再過馬路，就會返嚟中島公園嘅仿平橋站，之後沿途由仿平橋站跑返去起點，即係中島公園站嘅1號出口。回程嘅話，響中島公園入邊 keep 住右轉。
之前都有講過，呢段路大概係1.1公里。如果唔喺真區內公園加操嘅話，由起點來回一轉真區內公園，加埋馬路同埋大橋，大約係12公里，係一條唔錯嘅長跑路線。跑前少少就係之前見到嘅咖啡餐車，餐車旁邊有自動售賣機，可以買寶礦力。繼續沿途跑就會見到中道公園站嘅3號出口。再向前跑多少少就到中道公園站嘅1號出口，亦即係今次嘅終點。如果你知道其他札幌嘅跑步路線，歡迎喺影片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。好啦，今集嚟到呢度，好多謝大家收睇呢一集。走之前記得俾個 like 呢條片 ，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 follow 埋我哋個 IG 啊！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呢條跑步路線都幾好跑啊！阿 Shiba，我哋鬥快啊！衝啊！